悠爱忧匆匆的心事，强强空地该按公度，相爱条条老你讲也早故事。条悠爱忧发酵的心事，总得打在一出一落，一早早的按讲，不是按心说。将颜色混水含含，等你是心酸爱，老老交交归通旁，等开红条油啊的米香，条油爱忧匆匆的心事，强强空地该按公度，相爱条条。发酵的心事，总得打仗一出一落，一早早的按讲，不是按情说，一早早的按讲，不是按情说。哎呦，侬叫我安尼喏，来啦，以后吼，好你安尼出村啦。哎呦，啊，乖乖，你看呐，那伊那吼全部叫的啦。真紧的呢。阿婆那么。爸爸。啊你让我也下归来啊？也係，係出現同係太奶嘅係咪？啊，親叫我看到你哋吼，錯啦，我就看到阿耀嘅呀。錯。哦，錯，也咧吼，是白神嘅啊，日本武神嘅咁嘅啦。侬按客氣喏，也佢也吼，都是按規，係做唔得事啦。啊，錯啦，阿爺到上身體好冇？挺好啊，這邊個喺交代我講吼，一天我來看啊哦，也咧吼。一天快數下來，嚇，使咩啊？嚟。啊，多謝。唔係。他講你冇其他嘢攞杯，呢度碟杯茶嚇。嚟。哦，好。去。來，要嘈啦。哦。嚟。好睇。啊。生意嚟收起嚟，慢慢搞。坐。啊，唔見俾人，我要行過來呢。哦，佢講要來請神法問憲法的事情啊。唉，講一下件事情吼，看我這就冇面子哦。咁我也一生人啊，就冇做乜個歹德的事情啊。幹嘛偷偷遐種安尼啊？唔係外家的姑娘，唔係麼？啊，一次佢走了就算了啦，還將我來啊，你帶走啦。啊，唔係。唔能啲啊講啊憲法同品質一定要聽下邊。來喝茶啦。啊，喝茶啦。哦。上班我去台北嘅時節，係有看到憲法啦。聽講伊也喺啲大人講，下擺會同阿發聯絡。不過也係咩唔知明天那邊呢？哦。看看，啊，以前真是就來有了清淡的咩啊？啊，憲法同人來有乜個關係啊？我你講係咩意思啊？嚇？我呢阿爸已經偷食的呢，我嘅身軀嘛已經有生的啦，以後同憲法嘅兩字冇乜嘅關係啊。哎呀，歹勢，就怪講個人家的講法啦。
错啦。我昨天同人请教讲啊，安怎呢？等有办法来联络到天发嘛？我做得打天发问阿法啦，不过唔要伫做得联络到嘛。安尼好啦，安尼吼，迄有那个消息吧吼，你听他同我讲一声好了。好啦。我先去走啦，好。哦，来送你出去。出差哟，19毛后哦，冇嘛好应付的用神，也是麻烦的啦。嘿啊，等伊做话哦，来将伊家天发大本显发啦。听说伊课上了吹种歌，班村民见你按摩行嘅世界，你记录。喂，神法庄园。慢点。嘿，队长。哦，我来啲嘅，唔同伊讲啊，先联络到，你要同伊讲。好啦，先安尼哦。那唔怕。天宝，天宝，等一下嘛。来，也给男的去。天宝，等一下，天宝。神爸，在哪一行啊？哪一行就算。你给你做的。哎，这是没救了！哎，快点，快点，你动作了！哎，看你们救那些，俺没救。俺没救。老爷子，阿累啦！你六仔很用的啊？做唔对对有事跟你按的啦。哎呦，走啦！看上我去，你老嫌法很用的哈。2、3年都太路好安尼走，你好看哈？唔系啦，显发一桩什么嘅事情？给出事情了，没有审法去处理呀、你还有神跟人呢，做唔得用走的呀，唔对啊？看上，官字听听，你有为老丑人的空用啊？就系错龙哎，也几十年啊，你会老老实实等俺个金孙供出来啊，你会让来走啊？哪张蓝丝管你哦？有行嘅转去啊？你啦，天宝，等一下呢。那定要改急，但唔算来去奈啊。我是靠交代平时嘛，冇叫乜俾人带走。唔可以拿，这唔同嘅人，听说含地平时嘅奈，无论去落下门咯，走落去台北嚟出冇，嗬。走唔你跪起跪走惨上啦，嗬。走唔得啦，叫乜俾人带走？好啦，唔怕。記得咗，叫乜人？天寶，回當講好冇？啊，我喺這做得，我去鎮裡，我要搞款品質，好冇？小心愛好冇？好，好冇？叫我過去。聲音啊，好，冇事，好。阮做现在很得凶。无天防后天要走。你平时下课去走。
厝地写这哦，望其他愈好行的。有讲问题哦，就要解决啦，这没办法啦，对冇？人家不看到钱，干嘛继续摸？唔这样要做咩用啊？啊，来问，这种事有写有书本冇？就要离婚证明啦，有那个证明哦，就算其他会告，没告没啊。你真是黑带品质给跳下走诶。好，跟人家本己的时间，有写结婚证书冇？那有这种东西啊，喺人家写情书的呢，就算有咩寒热时间留下来可以用啊。安尼讲起来，根本无办法证明你是假姑娘，错冇？要总是想用来证明啊。来，来讲，好，走，怎么讲好？唔走唔得这样，没走唔得，老平时搞不掂条，听到吗？嗯？也没做唔得，根本做唔得，跟他样诶。刘多良快被一直不给带走，今天走在前面承包不看，没走在前头了。这样是皮子不给人带走用啊，我冇皮子也做唔得，我做唔得，我冇去干嘛死，我做唔得，我皮子，搞到今日唔可以对伊好，点好？今日讲唔起去，今日讲唔起去。我做唔得，我冇去啊！好，等我讲，我肯定係，肯定係，同你講，你老公叫阿姨，叫阿姨前面，你唔會放棄，欺負我，對嗎？我點啊！我要給他吃的。吃係要用嘅，嗯？相信我，我天生唔會放棄掉，把片子帶走，對嗎？唔識㗎？唔識㗎？我同意這個。阿爸，你真累真恼的呢。品质呢？在哪边啊？第好高。第好高？读书哦？还在哦，我大概初二5年也可以读书的啊。当然做得。做得，甲有读书吼，佮如何？品质吼，伊迄爱来啦，爱绝对啦，带贵咱做得啦。你还有讲伊嘞吼？去年咧就少迄个啊，爱迄又来吼，爱也唔会同计较讲啊，迄初二龙迄集啦，爱就迄无的啊，爱就可以归来同佢传香火。哼，唔惊传下去，要叫你通倒的啊？见迄慢啊，万准备。哼，唔惊传下去，要叫你通倒的啊？见迄慢啊，万准备。我那个K歌就很，啊难怪你们演的歌唔会难哦。哎，向总啊，我用的咱们不用数啊。你要除掉我个来反伤啊？切，嫌法，我咪比清楚呢。哦，
迄个用钱买几来呢？俺的太祖太医带着俺来从来走出来，就来几来啦。我屯满掉啊，我无谈啦。哎，你会给份证明吗？我们用的证明，研发品质很相同的。贵平东啊，你问一下嘞，我唔认识係相撞的啦。俺冇可能將品質搞崩，除非俺死。我是唔很簡單。講乜嘅啊？我講道理啊！啊，你講乜嘅啊？明明就對，俺哋啲冇學過係冇嘢嘅，當初咩係唔係俺哋做嘅啊？你插講俺哋傷心哦，然後來痛，冇可能，唔是想。冇可能唔免講係損失啦。但係根本看唔起佢啊！唔嫌棄他唔到咩啊？唔連看就唔看佢，你冇可能俾佢再去過嗰種生活。研發，俺太上台炒，但係冇效啦。俺絕對唔會讓背啦。俺等陣就愛回來傳香火。我就唔信講啊吼，伊迄個叫我死人的啊，行伊在處理。有可能啊，不過董隊長，品質啊，佢也唔想做，佢想翻品質。研發甲本來啊，佢量之後啊，你咪去復刻啊，唔要下，你想留哪來帶走啊？咪攞無強用啊！啊，當家一樣嘅聲音，你想睇幾隻啊？我唔講啊！唔管用你啊，伊係愛來嘅啦，啊，我絕對唔會表輸嘅，你話啊？我絕對唔會表輸。向總啊，快點來啊！范春兵，我哋強嘅啦。不過，董隊長，我看難道說，係唔係冒出來條公子啊？我應該聽說啊？唔是少啦，你買花藥嘅。念着迄藥嘅，補一下身體嘛。冇聽錯吼，凊彩飼一隻豬嘛，就講會出來啦。啊，但有啦，我傾啊，壞事情我做太多啦，就有可能講一隻糖會倒嘅啦。切，中午啊，多子多孫啊，啊！我幾點啦？我幾點啦？啊？來啊！來台北啊！記得來前來。到台北啊！唔凊彩問啦。夢魘唔啲，俺范春兵。強啊！好，哪位過來？啊，哪位過來？過來啦！孫行啊！你送啊！做乜嘅興起來台北啦？來啊！請我去幹來，還是講去。阿邊呢？平時真係怪上班咯。冇啦。這種人啊，一看就係養壞人啊，下一下你就會乖乖啦。卡啥？平時喺鬼上班，你唔會慘呢？就是啊，吼，我想到要怎麼肢體哦，按有擔當呢。係啊。安尼
落去洗落去咧。丈夫娘，看卖啊，看到转型。平安啊。书风下款式要有个整条哦，条形、相盘、脚种、球茎，我都冇啊。咁清楚要安尼？哪么唔对啊？有冇人嘅1万块呢？乖乖说，你看有冇？贵你咯，我说唔停。没有。走啦。都是有个太毛。有啊。迄个课哦，还做成3本眼嘅。有样。唔知宪法嘅事情讲得了啦。听说会乖孙啊，要相信阿斌呢。所以唔多講。这点呢，唔管啦。我哋。想乜嘅啊？冇想啊，有咗人都嫌法。安尼，阮用的怪声啊，阮宪法会乖乖忙。Jag hade... Det är kul för nå.安多神呢？讲吧，講乜嘅啊？做點冇啊？对呀，意思，應該出來，唔好給董事講嘅。個人很有品質，你就一講明啦。冇想到來晚上沒有應驗啦，就按你本錢走啦。佢本來就會寫乜嘢，會叫字嗎？不會啦，反正哦，我做跳友，同多時間都會等啊，妹妹做得你看下幾條啊？
免得听早会做错，把自己给死了。第二件合中国海军体质干脆，筹备下注到台湾海峡。总统蒋中正先生亲身接待，由麦克阿瑟将军指挥嘅体质干脆到台湾海峡，为负责协助我国保卫台海安全嘅工作。遇到频繁不假，台湾省粮食局警民系事，老警方恐吓产业吨粮嘅无形商人，韩国对南部调运方面不爽，开始替集团调整方面家事。大家，两位咯。啊，要弄中菜饭后嘞，请你吃一下米线。哦，进来哦，好。哎，拿来吃。你回来啊？爸，再来。我平清哦。底蕴渗透。你去麻烦无烟呢？麻烦嘛嘅啊，也下麻烦嘅系模特有卖，加一条住啦。好啦好啦，但是迄只品质过了就会调住，好冇？来啊！事情讲到哪？暂时冇事情啊，但系唔知喊白要用诶。哈？不用拖。佢担下来。哈？佢同向总会讲，品质会过相反。哈？下来哦。来，你拿。这品质。哦，万尊笔。这严重的事情你有没有？暂时没事情了。别个签字啊！遐件事情过于严重嘞，你听错，我要好好处理。问个款哦，你应该想一个办法，本身唔同的人哦。科技哦，没嘢上嚟啦，他们讲很多会烦的。旁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什么乐啊？那个字念乐，是破音字。那个破嘛该啊？你看，连品质都比你聪明，写对了。哎，品发。啊，你是谁？不会啦，品质来我们这里也比较热闹。给品头给片有顺利吗？暂时没事情呢。就好了。这是自然科的功课，就是请同学回家观察月亮的形状，然后把它画下来就可以啦。哦，月亮啊。月亮。品质，问一讲诶，系么？我先来了，先来，就安尼啊，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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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做对了，冇哦，哼，来看。
你讲哦，莫你讲啊，用个啥？品质，做得冇？做得。阿斌嘞，阿斌嘞，你指下用美国网条做出来面试。哦，好，没事，等一下。哦。网条都吃过哎。哦，我吃过呢。哦。品质，东西拿好来。好帅诶！啊，汗都生的哦。叶明熙，怪奇妙怎么？奇怪，美国的网条有没有按尼面试呢？唔叫我用会讲的。你真正试过？哪有可能哦？美国的网条啊，你压下长油的，你之前有试过？你用会做呀？有强用啊，无买无强用啊。世界片向台湾的网条做的啊，同个时间做的啊。怎会安尼喏？强用敢跳，唔系网条的问题，但怎会安尼面试喏？我要跳出来吃，跳出来吃，靠准。好。どうしたの？哎，唔能啊！
做会出，给人说什么秘密啊？水嘅問題啦！天堂了，你冇水嘅啊？聽講幾多時間做嘅？姑叔，用嘅啊，唔係自來水，係醬水，走啊！醬水，自來水，魚媽咪冇用啊！非得小湯。自來水有加肉，錯冇？姑叔，西港一條嘅水，長出嚟做好嘅調油，錯冇？西港一條肉，你都唔記得哦？誒，用我邊嘅？我唔啊！大哥咯，你喺翻飲好嘅。你聽我冇錯。潛到誒！潛到誒！潛到誒！潛到乜嘅？潛到！潛到！下面是同有什麼球？個文有圓圓彎彎，將使用通用，談到最後啊，佢最容易，寫起來個滿足。是個，咁我很好未？不過，我想愛啲嘅係范俊平，唔係愛留憲法結婚啊？蠻品質的，多少？啊？蠻品質嘅卡上蠻憲法。蠻品質，蠻憲法，幾好聽咧！你用啥哈？对的呀，生眼嘅、水眼嘅、用眼嘅，哎，你快想办了啊！想埋翻啊！万省法，万松字，我真冇愛咧。做萬品質嘅阿哥啦，蠻品質阿哥，好，你嘅阿姊，唔係啊，今日都變做娘嚟哦。走啊！哎，聽下吧。啊，很好命哦。哇，哎，按把睇啊！阿爸啊，你阿爸？冇可能啊！事情做得順序就好誒。唔怕啦，你係一家人嘅，乜嘅事情都會向下面對。走啊！反正哈，唔係蝙蝠卡嘅老驸馬，事情搞半年就好些咧啊！你準備？阿婆終於知道啦。小姐，食咖啡。陳子星，我頭家一條去另外嘅小龍山殺雞腿，可以哈？哦，按你叫就發回。沒有說對了。一條小龍山哦，都有我強用嘅特色，可以哈？哪種較好？頭一種冇這條好。那種？比較按樣做啊。我頭家。
你身为朋友，算来很万人啊。我都对杀鸡形容衫咧，很本艺术师哦。啊，最近我做衫，很会用身材啊。冇见，过2年就会跌。哦，很神秘哦。麻烦啦。好啦。要不迄救痛水？看你酸呐！错啊，当然会酸啦，要摆，全都记下来。哪个意思啊？你同时间、温度、重量哦，全都记下来，变做数字。啊，麻烦做乜嘅啊？全部啲啊！唔免啊，出现水的问题哦。冇听说温度、时间、重量要做咧调整，冇记下来，我用变哦。哦，反正啊，也就准係啲學校讀書，做新娘啊。哼，做埋生啊！啊，豬頭粒，做下啊！算乜嘅啊？我有咩神經？阿福，阿福，哎，你找阿福啊？阿福去印刷厂了，印刷厂，他不在。我送貨來啊，送货。怎么了？来，我搬了。哎，你别搬啦！可要让老板娘看见你在搬了，我们2个等着挨骂。哪有按两冲？脑壳！老板娘，听俺这来。王老板。王老板，是茶，茶冻好。你唔了要讲下啦啊？一点点。你现在在这边工作习惯吗？挺习惯的，还蛮上手的。你家里以前在那个我老家啊，在南京。家里还有哪些人？我爸爸、我妈妈还有2个弟弟。那他们现在嘞？他们还在南京。就我那时候跟合唱团的同学一起先过来台湾了，谁知道现在回不去，得等反攻大陆才能再见着他们。那你结过婚了？结婚？我没有结婚啦。王燕啊！王大哥，转来啊！em muốn à? Nhận cái tên anh có vừa nói cái sự gì mà? Đi đây. đi đây cho anh đừng con à tôi kỳ những ngày cái về hả năm đứa粉丝公公啊粉丝哎呀给唔是少啦那位抢哦中午给你了听好了那就试探你了那就做主了唔係啦王大哥樣誒有什麼唔中意啊唔會啦唔會就好啊記得啊死我媽嘅！好，你给点就行。好，你走一句啊！
就抽一下呀。一下迄句啊，我讲5分钟哦。用伫5分钟啊，款式较准啊。应该准算的啊。也冇去听准嘅啦，左边几下，右边几下，火油机嘛，莫强用，对嘛？这硬的应该哦，我想办法帮伊强用啊。分段用的啊？讲分段，啥意思啊？分段啊？桂鱼啦。哦，桂鱼哦。我都变段啊！我唔系啦，分段啦，唔系啦，分段变蛋啊！啊，这了，这了，这了。唔管嘞，你讲5分钟咩？那我讲，照细红包哦，可以3升5分钟。好。然后往票开始整。又开始整，时间下好了。好。贤爸，小妈老忘跳扛刀。阿伯，你回咯？有一个奶奶人哦，蛮耐探讨班机中演的品质哦，看到佢就空起来呢。小噶，先生，點樣？李先生，有嘅實驗堂上邊有先生去高雄貴片日本洋樓拉嘢訴訟倉。我的名字叫來給我啦！點解一個總務嘅後台，我變咗唔溫和嘅嘢？拜託，好難嘅我抗議，你要點樣食？一缕云慢慢慢慢随风笔，一条路点点点点等一fin，你都来，来来来来。